Palantir 可能係當今最神秘嘅軟件公司，由2000年代開始，無論係政府定係企業領域，佢哋都一直不斷擴張。自從佢哋喺2020年上市以嚟，公司股價簡直係市場波動嘅完美示範，由個位數飆升到最近幾千億美元嘅估值，仲成功躋身 S&P 500指數。但係當投資者不斷將資金投入呢隻股票嘅時候，好多人依然係搞唔清楚佢哋到底係做乜同埋點樣賺錢嘅。同 Google 或者 Meta 呢啲靠個人數據同廣告點擊賺錢嘅巨頭唔同， Palantir 涉及嘅係高風險嘅機構情報世界。公司喺2003年成立，帶住一個單一而且硬核嘅使命，就係喺911之後嘅世界幫美國情報機構追蹤恐怖分子。Palantir 嘅核心競爭力就係幫你喺海量嘅數據入邊抽絲剝繭咁樣揾出一啲唔對路或者有可疑嘅蛛絲馬跡。喺呢20年嚟， Palantir 一直喺度燒錢做研發，去開闊一個冇人做過嘅市場，而佢哋啲客全部都係深不可測嘅，主要局限喺 CIA 同國防部呢啲政府最深層嘅核心地帶。佢哋嘅生意係一個門檻極高、曝光率極低嘅利基市場。要生存落去，就要靠爭取嗰啲利潤極高但極難攞到手嘅政府長約。當其他公司喺度整社交網絡同埋外賣平台嘅時候， Palantir 喺度靜雞雞咁樣改良一種完全唔同嘅產品。佢哋意識到大數據喺任何行業都係一個充滿摩擦嘅領域。對於一間全球航空公司或者一個龐大嘅醫療機構嚟講，問題唔係在於冇數據，而係啲數據被困喺互不相通嘅舊系統入邊，令到實時決策根本冇可能做到。Palantir 將自己定位為解決呢場混亂嘅救星，佢哋將幫手捉恐怖分子嘅高頻平台改造成商業版嘅 Foundry， 用嚟管理 Airbus 嘅全球供應鏈，以至去到英國 NHS 嘅所有系統。嚟到2026年，競爭環境已經發生咗巨大嘅變化。當傳統嘅 SaaS 公司增長開始見頂， Palantir 憑住佢哋嘅人工智能平台揾到事業嘅第二春。佢哋將企業 AI 呢個充滿倫理地雷嘅複雜領域變成咗一個精簡高利潤嘅商業模式。透過佢哋嘅 Bootcamp 策略，佢哋成功咁樣將長達半年嘅銷售週期壓縮到得返幾日，實時咁樣向大公司嘅高層證明佢哋嘅價值。要明白 Palantir 究竟係點樣賺取幾十億嘅收入，我哋就要睇下佢哋嘅數碼武器庫。佢哋唔單止係賣軟件，佢哋賣嘅係4個獨立嘅平台，作為一間機構整個數據嘅骨架。首先係 Gotham， 呢個係專為戰場同情報界嘅黑暗角落而設。Gotham 嘅設計係為咗整合唔同類型嘅數據，由手機信號、衛星圖片去到銀行記錄，去揾出大海撈針咁樣嘅模式。佢令到軍隊指揮官同埋反恐部隊可以描繪出叛亂網絡，或者跨越成個州去追蹤單一個別目標。喺 Gotham 入邊，數據唔單止被儲存，佢仲被視覺化，令到操作員可以實時將各個事件連繫埋一齊，形成一條隱形嘅線索。但係 Palantir 估值嘅真正轉捩點係 Foundry， 呢個係一個商業同企業級平台。大型企業好似全球性銀行或者 Airbus 呢類航天巨頭，經常會因為資訊被困喺互不相通嘅部門而癱瘓。Foundry 打破咗呢啲數據孤島，創造出 Palantir 所講嘅企業數碼分身。佢可以幫航空公司優化供應鏈入邊每一粒螺絲，或者幫銀行喺錢匯出之前偵測到洗黑錢活動。而支撐呢兩個平台嘅就係 Apollo， 你可以將 Apollo 當成一個隱形嘅派送系統，一個確保Gotham同 Foundry 可以喺任何環境底下運作嘅底層操作系統。無論係高安全性嘅 Public Cloud， 定係核子潛艇入邊與世隔絕嘅 Air Gap 機密伺服器， Apollo 都可以喺冇人手干預嘅情況之下管理更新同埋部署。呢個就係 Palantir 能夠喺傳統軟件會直接死機嘅環境下順利運作嘅原因。最後，我哋有全新嘅人工智能平台 AIP， 呢個係 Palantir 對新程式 AI 浪潮嘅回應。AIP 容許機構安全咁樣將大型語言模型接入去佢哋嘅私人機密數據入邊。佢填補咗我哋喺屋企用嘅聊天機械人同醫院或者物流公司所需要嘅高度安全、受規管操作之間嘅鴻溝。Palantir 嘅收入分為兩個截然唔同、充滿高風險嘅世界。大概55% 嘅收入嚟自政府合約，佢哋嘅客包括咗美國國防部、CIA 同英國國民保健署，呢啲就係我哋所講極具黏性嘅客戶。
一旦政府機構將佢哋最機密嘅國家安全數據整合落 Palantir 嘅生態系統，轉用競爭對手嘅成本同風險，簡直無法想像。呢啲合約規模極大，通常長達幾年，價值高達幾億美元。更重要嘅係，呢啲生意係防守性極強嘅，政府唔會因為經濟放緩就停止喺情報同埋國防上面嘅開支。呢一點俾咗 Palantir 一個大部分公司都冇嘅財務保底。另一方面，商業收入就係目前華爾街最迷戀嘅增長引擎。Palantir 唔係揾緊啲細嘅 startup， 佢哋瞄準嗰啲深陷喺混亂數據之中得個舊系統嘅大型企業。呢啲公司有錢去買頂級軟件，但係就缺乏內部嘅精英工程團隊去從頭開發。透過鎖定能源、醫療同製造業等營運複雜度極高嘅行業，Palantir 將混亂嘅企業數據轉化成一盤高利潤、現金流強勁嘅生意。但係 Palantir 嘅財務成功唔單止係因為啲曲寫得好，仲係因為佢哋高信念嘅收入模式同埋銷售策略。Palantir 唔係嗰啲每個月$20嘅平價 SaaS， 佢哋對於低利潤嘅消費級軟件世界毫無興趣。相反，佢哋賣嘅係價值幾百萬美金嘅多年期循環授權。當 Palantir 簽訂一份合約，呢個就係一個長期嘅合作伙伴關係。但係佢哋唔會淨係俾一個登入帳號同一本說明書你就算。Palantir 嘅秘密武器係佢哋嘅前線部署軟件工程師，呢啲唔係普通嘅客服代表，佢哋係被直接派去客戶總部嘅精英工程師。無論係政府定係銀行，呢啲工程師會駐紮喺機構內部，幫手清理混亂嘅數據，整合舊系統，仲會喺 Palantir 嘅平台之上建構定制化嘅解決方案。呢個係一個昂貴、勞動密集嘅做法，但係確保咗軟件真係可以喺世界上最艱難嘅環境入邊運作，而且建立咗一個普通軟件永遠都做唔到嘅信任同埋依賴。呢個就帶到去佢哋增長嘅核心：先插旗後擴張嘅策略。呢個係一個3階段嘅過程，旨在將 Palantir 由單一嘅試點項目變成一間跨國企業嘅大佬。第一步係獲取，即係先入咗門口先。喺過去，參與政府投標係一個漫長而且痛苦嘅過程，但係今日 Palantir 利用 Bootcamps， 特別係佢哋嘅 AIP 平台，佢哋提供高強度、短期嘅工作坊，實時展示高層自己嘅數據係點樣俾 Palantir 嘅 AI 處理，透過以極低甚至零成本即時操到俾個客睇投資回報有幾高。佢哋成功跳過咗嗰啲起碼要磨幾個月嘅官僚審批程序。當軟件喺一個部門着陸，例如解決咗貨倉入邊嘅物流噩夢，佢就會開始蔓延同擴張。當 CFO 見到物流團隊用 Palantir 慳咗5000萬美金，佢哋自然就會想將同樣嘅玩法應用去到 HR、財務同市場營銷上面。呢個令到 Palantir 可以進取咁樣向其他部門推銷，唔需要揾新嘅客就可以迅速擴大將合約嘅總值。去到最後階段，軟件會成為成間公司嘅核心系統，每個決定由供應鏈管理去到人力資源規劃，都要經過 Palantir 嘅平台過濾。去到呢一點，轉用競爭對手嘅產品已經唔單止係換軟件咁簡單，喺營運上係一件極度恐怖嘅事。呢個創造咗一條幾乎無法跨越嘅護城河，確保咗近乎完美嘅客戶保留率，同埋幾乎可以保證未來幾年嘅經常性收入。當客戶意識到自己有幾咁依賴 Palantir 嘅時候，隻軟件已經成為咗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但正正係呢啲令到 Palantir 變得不可或缺嘅功能，為佢哋帶嚟咗揮之不去嘅負面名聲。自成立以嚟 ，Palantir 一直係私隱倡導者嘅眾矢之的。同其他可能會意外洩露數據嘅科技巨頭唔同， Palantir 嘅成個商業模式都係建立喺刻意整合數據之上。呢一點引發咗好多關於佢哋政府工作嘅高調爭議。其中一個最持久嘅批評涉及到佢哋同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嘅關係。批評者指出 ，Palantir 嘅工具被用嚟拼湊各種唔同嘅記錄，由駕駛執照去到社交媒體，以追蹤個人，從而協助驅逐出境嘅行動。同樣地，佢哋嘅軟件被用於罪案預測，引發咗關於演算法偏見同埋過度監視邊緣社區嘅爭議。喺2025同2026年，好似 Immigration OS 呢啲新項目進一步加深咗呢種分歧。批評者稱之為國家權力嘅數碼收割機。呢度就帶出咗 Palantir 嘅悖論。私隱倡導者覺得恐怖嘅功能，能夠睇清楚一切，連結每一個線索，消除資料中所有嘅摩擦，
正正係點解呢套軟件對於一個試圖阻止恐怖組織嘅政府，或者一個試圖喺供應鏈度慳返1億美金嘅企業嚟講咁有價值。對 Palantir 嚟講，私隱唔係要向系統隱藏數據，而係要建立一個極度安全嘅系統，確保只有擁有適當權限嘅人先至可以睇到系統發掘出嚟嘅模式。展望2026年嘅未來，Palantir 嘅商業模式已經證明咗係科技界入邊最有韌性嘅一個。佢哋賣嘅唔係一件產品，佢哋賣嘅係高成本、高價值而且極具黏性嘅數碼基建。當一個客戶進入到先插旗後擴張策略嘅規模化階段，Palantir 已經由一個供應商變成咗佢哋營運上面單一嘅運作來源。佢哋嘅財務護城河唔單止係靠專利或者品牌名去保護，仲受住佢哋所解決嘅問題嘅極度複雜性同必要性所保護。無論你將 Palantir 視作一部反烏托邦嘅監控機器，定係維護西方安全同工業效率嘅必要工具，有一點係好肯定嘅，佢哋已經圍繞住世界上最重要嘅數據，建立咗一座極度賺錢嘅堡壘。喺呢個資訊就係地球上最珍貴商品嘅年代， Palantir 唔單止擁有咗個礦場，佢哋仲擁有住一張標示咗黃金埋藏點嘅藏寶圖。多謝收睇。